身体的心理有影无？条条我的身体原谅知影，然后包括另外一种，是原谅知影，春天的心理有影无？条条我的心想起有人偷偷咧唱。水啊，这样已经颁奖了。啊，这款回文诗吼，会当变做一种卡拉 OK， 安尼大家咧流传吼，啊，台语诗拢希望，啊，大家拢咧唱，大家拢咧讲，大家拢咧念的时阵吼，啊，台语的环境就起来吼，来，小金。知影，敢有影，定定我的士气，有人偷偷咧唱歌，陪牛。水啊，对啊，安怎对？无要紧啦，一种，安尼一种有啊，拢会通啊，拢会通，全种。你甲有写做两段嘛是会通，吼。感谢你，吼。感谢。我想要本来拄仔传钱要买册来，互你签名，啊，毋过我拢签好啊。去买一杯咖啡了，说蓝山的无够。哦，遐。敢若有炸刷卡呢？我今早有去配走，我去有蓝山的。刷卡无，遮无录卡机。哦，先摕无紧啦，哦，嘿，我才互金杯，哦，先摕我再甲回面送。因为我这写足久的，足惊写毋对就去啊。来，好。水哦。好来，好，有人要搁读诗啊来。来，小金。主持人、教授、各位来宾，大家好。我姓陈，我叫做陈玉兰。嘿，我参迄个咱班长啦。哦，班长。嘿，读册个，本土册会读册会咯。我先让今天的新闻再过来讲一下。啊，读第几版啊？第一版，这段是第几版啊？你较好记。有人偷偷啊咧唱歌，定定我会生气。春天的心意，月娘知影有影无？是。谢谢。来颁奖，来颁奖。其实无一定是5纸，你会用搁倒一纸落，其实拢会通嘿。好，感谢你。好，来。哦，没关系。感谢你，一定要感谢你。我是迄个台湾百合文化协会，嘛是内底的志工。啊，伫3月初1的时阵，我有伫嘉诚仙师庙办一个叫味菜宴会。啊，即届的内容阮拢用4句联，味菜拢所有的内底拢是用咱台语的题目答案。搁有阮请来。所有来表演的团体，个人跳舞、唱歌，因为大部分拢是用咱台湾本土、台湾民谣。即届算我第一遍办，迄天非常的寒冷，足寒。但是因为我有甲庙的做合作啦，庙出舞台车，庙的出。奖品红包，咱这边嘛是拢有出安尼，算第一遍安尼来办，我感觉，算讲咱的主持人就是阮台中市台语文化协会王婉婉老师，上台主持，搁天天电台迎新主持人全程拢是用咱台语，阮主意算讲，
伊之前有听讲我参与讲迄个去学台语，其实我是因为我去学台语，我才要认真讲台语，啊无嘛是讲的人也变华语就对啊啦。啊我嘛是一件，互我感觉真足头疼的问题，就是伫阮兜，哦，因为阮是海口乡，伫阮兜阮兜的人拢是讲台语，但是阮的囡仔讲妈妈，迄台语足歹讲的，伊嘛是用国语甲你回答，啊，这就是同化的问题，我嘛是足头疼，但是经过安尼陆续安尼参与，吼，啊，伫遮我嘛非常感谢阮班长啦，真正我足感谢伊安尼吼，甲阮教，啊，我是即个写的部分吼，对我来讲足较困难。啊，讲的我是足有兴趣的，读文章我嘛足有兴趣的。吼啊，我即摆就是讲，伫培养的时阵，我会亲伫社区吼，看有即个机会来教遮囡仔。啊，我会用我家己本身是较兴趣用图，用安尼唱歌也是带动唱啦吼，安尼来带动来推送。我嘛是安尼。感觉讲吼，嘛是要有一个团队呢。啊，我今仔听着老师咧唱 rap， 哦，足可惜，老师无上台，无一定爱一炮而红。一炮而红，国台语嘛毋知要安怎讲呢。哦，唱甲抓袂条。但是我就是昨上课煞吼，我就想讲，安尼我嘛是过来想看卖啊。我即摆吼，我来策划一个即个大型的演唱会，吼，老师到时阵吼，你来甲听一个，是讲较含慢啦吼，啊，大家互相探讨啦，今仔非常，我第一届参加即款的会，我心内非常的欢喜啦，嘿，啊，我是感觉讲，咱少年的吼，会当愈侪来参加，安尼咱希望佫较大，感谢大家。咱做一个会员吼，阮站的辅导文仔水桥是今年5年过年了，第一届开学啦吼。啊，伊即个摇篮，伊本身单摇篮开花放到天，放入房间烘规暝，将火摕入房斗来半暝烘到枕头边。啊，这单房内底就有啊吼。啊，我定用个甲唱，我要做啥物做6月房里，甲什么条路会使唱捌唱会怪做摇篮开花。啊，伊昨暝吼，你上课时阵，我甲推介我今仔有即个参加即个活动，啊，我就用着迄个专业迄个做放回听啦吼，我就面试大家放回听，啊，伊尾也有看。啊，拄正我伫迄个半路来，伫迄边时阵会前要来到半路的时阵吼，伊敲电话互我，讲伊即仔坐什物迄个阿米毋知啊，迄种 VIP 哦。啊，伫半路爱讲毋知影伫遮啦吼，爱讲要坐到车头，啊，讲要去倒遐小等下中到半路时阵，我接伊的电话啊，啊，我来讲无倒车头小等，啊，我就到位，我定定甲我伫车头咧等伊。我事前毋知，昨暝伊无甲我讲伊要来遮，你知影吼？啊，我就昨暝放伊互伊听啊，伊可能受着感动，赶紧就要来。嗨，领导者来。好 ，OK， 我变着变着。迄个头拄仔吼，迄个玉兰老师有讲无请迄个咱的刘老师来唱歌，真无彩啊吼。阮伊头拄仔已经私底下讲好啊，第4、5月仔遐吼，要请伊邀请伊来中山医学大学来演讲安尼。啊，到时阵啊吼，咱就甲消息来放出来，大家有兴趣才做伙来听迄个。无咱迄就请迄个秀芳佫讲者啊，差不多爱结束咱今仔日迄个会吼，啊，咧结束之前，咱来请第一顶吼3位先生来甲咱做结尾，来秀芳先讲啦。伊要念恁个副文字啦，要念中。还有喊吧。哎呀，好。OK， 好，春天开成衣。一讲比有样哦，只我要上去，有人头尾在底唱歌的，哦，这可以。
所以台语字吼，读做客语吼，嘛是会通，嘛是回文安尼是。稍微咱就简单吼，请三位对有些遮开始吼，做一个结尾，是不是？来，欢迎安排啦，我紧，一路好势来。好，简单啦吼，即摆我想在座对台语拢有真悬的意识啦，吼，咱即摆就是讲，要安怎？伫社会运动内底，阮其实真正咧思考的问题就是讲，要安怎伫社会运动内底用台语，就是讲，即摆做社会运动，少年囡仔愈来愈侪毋是用台语的嘛，吼，要安怎互因搁倒来感受到迄个台语甲社会运动的关联啦，吼，迄个要做观光，要行文创的，吼，到底文创？观光甲本土语言有啥物关系啦？吼，好啊吼，遮个物件嘛吼，就是大家咱思考啦，伫各种无共的场合内底，咱要哪甲互大家感觉讲，我伫即个场合讲台语是有帮助的、有路用的、有搁较好的、比华语较好的。吼，即摆上明显敢若政治名啦，所以拢敢若选举场咧讲台语名，对吧？吼，像就是咱大家知影嘛，选举前讲台语选了吼，要叫伊做台语就无啊啦，好，所以。这其实当然，话去讲转来啊吼，迄个即嘛是有一个真重要因素，叫感情的因素啦。我正伫位伫迄个台中科大啦，吼，台中科技大学，以前台中上专咧兼课啊。我第一次课第一句的讲讲啊吼，恁未来工课敢是咧甲机器人相工课，还是电脑？就是讲未来你的能力是甲电脑。电脑会当做你会当做的工课，还是讲机器人当做你会当做的工课？安尼你有啥物价值？咱就请电脑就好啊，伊就袂爱讲啥物年终奖金无够啦，啥物工时伤长啊，伊就叫机器人做就好啊，对吧？所以咱会晓未来啦，咱的后一代会晓电脑袂晓的，机器人做袂来的。其实本土语言就是其中一项，是讲感情的部分啦，因为一个机器人摕一张保险单要叫你填，这是阮公司新推出的保险，请你签，你敢会甲签？无可能嘛，对吧？因为迄有牵扯到人甲人之间的沟通的物件是电脑、机器人拢无法度取代，这是其中一项啦。人甲人的沟通感情，这语言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阮迄当阵就是先安尼甲伊讲嘛，当然佮第二项佮讲的就是无本土哪有来文学创意产业，就是你就无特色嘛，你无本土无特色，你去到遮嘛看到臭头上迄个公仔哇，去到遐嘛看到臭头上，倒一个迄个文创园区卖拢共款，对吧？无 feel 嘛，迄个本土就是特色就是讲咱大家做伙来思考，要安怎伫无共的场合内底。拢互因大家感觉讲，台语确实是有必要性，有好处。我想安尼，咱的语言就规个复兴起来安尼。即马未来这2年，我想咱机会真好个啦，所以咱大家好好把握遮个机会啦，好好来做寡工课，大家共同拍拼，感谢。其实我是想要接教授咧讲的物件吼，我是感觉讲，其实咱台湾爱鼓励这个多语的环境啊。我觉得咱拢为无共的文化来，咱讲无共的母语吼，看会使讲，一个人坚持要讲伊的语言，讲伊的母语，咱都爱甲尊重。这种尊重是好的，是对咱的文化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吼。一种。应该是讲文化拢是共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慢慢会消失。但是你若讲像美国足侪文化伫遐咧相争吼，也是讲共生共荣吼，其实迄一直进步语言嘛是共款语言就会为别语言吸收伊的迄个养分安尼愈来愈好所以我家己是感觉我家己。今日听，直接有听到咱的客语我是感觉足感动的，因为我家己的女朋友是这个土粉客家人但是阮平常时我是感觉讲，我嘛尽量咧甲学客语但伊嘛咧学台语是足赞的，但是有当时冤家冤家就无法度，就变做拢爱用北京话安尼相骂安尼无伊骂啥我听无，我骂啥伊嘛听无安尼所以敢若剩北京话用骂安尼较听有但是
唔知我只会讲电妈哦，电妈哦，那小狗啊哦，所以客语的疯婆子这样哦，我只会这样骂哦啊，慢慢学啦，我就觉得慢慢学，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说如果当彼此都只会讲一个共同语言，啊那个共同语言又是北京话顺，啊这是要哪个哦啊，就那像伫路有当时啊车甲人压着啊吼啊。嘿，你啊，落车来甲你骂哦，用迄北京话，哦，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小心无耻哦，什么，就是可恶哦。啊，有时候我们其实会愣住，我说哇，算了，再跟他讲。啊，但是现在甲转者就讲，啊用迄台语甲，哦，迄马上减去哦，都袂歹哦，真爽安尼哦，所以是迄个自信啊，我是感觉迄个自信，你爱甲讲。哦，你着用你的语言嘛，唔莫讲人甲你讲啥物语言，你着爱专去讲伊的语言。哦，人甲你用北京话，你着用北京话去回。啊，有当时啊，拄甲外国人吼来甲你讲英语，我英语不太好，所以你要尽量用那个英语在讲。其实你也去日本哦，日本人都继续甲你讲日本话，伊袂甲你讲用英文讲，他没有哦，伊就是用日本话甲你讲。所以今日来遮，我是感觉虽然讲伫咱即个所在，但是我学着足侪物件。所以我像我写遮个歌，我知影我写无好，我台语嘛讲甲二啦，其实啦吼。但是我的想法是讲，我写遮个歌就是要来学台语的吼。所以我有即个运气吼，有足侪人甲我教我讲台语吼，啊，这辈嘛甲我教台，班长甲我教台语，这我拢是足欢喜的，所以尽量大家甲我教我讲台语安尼，我足赞的吼。好，上尾我来就唱一首歌，啊，这首歌其实拄则嘛有朋友吼，咱前辈讲到28个代志，28对影响足大的，啊。对我来讲，28这个故事嘛影响足大个，所以我开始就用咱歌词写的物件来唱互大家知。哦，这首歌就是叫做囡仔。哦，我是迄时阵阮哥哥第一个囡仔出生，我是想讲有这个，准讲我有这个机会讲唱一首歌互咱的囡仔，互这个囡仔听，看有机会互伊明白咱台湾的民主，哦，咱的自由是足无简单的啦，吼。啊，咱就来，我先用念互你第一段，互你听看卖，哦，就是讲即个故事，就是咧讲咱28个故事，哦，听看卖，啊，大家嘛继续甲我指教，吼。囡仔，哦，1945年，一群人来到即个汉之岛。因讲台湾是伟大中国的一省，返来祖国，阮国民党会听受照顾。无2年，林业地来变做土，去这边路边放尿放在无卫生，囂摆抢粉手夹杀人放火白食白啉。陈仪政府降产降低参谋专备，你若无水准，才来讲台湾话。1947年2月27，因的警察用枪敲一个阮乌巴桑的头，开枪扁死一个徛伫边仔的少年仔。人民党袂了，来去抗议，来去大游行。中国兵弄毒，提起扫射，用烟线斩尽穿过100人的手甲骹，保安一个庆管，2万人的性命，2礼拜了转。这首歌叫做《囡仔》。无点着，歹势。有嘿。叫做囡仔，你就爱会记吼。不然歌名叫囡仔，我昨暝在听。好，来。叫囡仔，会使唱互你的囡仔听。
来甲这个番指导，因讲台湾是伟大中国的一省，将来祖国不国民党的铁士照顾。无两年，因在期内变做土公土，直接变路边放尿放屎无卫生，了解像手夹太人放火地接地面，陈年政府才降低参谋专利，你若无水准，才来讲台湾话。1947年2月27日，因的警察用枪卡一个粉红马送的头，规程表示一个徛伫边仔的少年仔，人民党袂了，来去抗议来去大游行，将国民弄倒，提心扫射，用连线斩准是过100人的手甲骹绑好板，一个政权2万人的性命，人要来了转囡仔，你有我会记，历史教咱错误会当原谅，但是袂当放袂记。回头转来了解，你对倒位来，才有法度知影，要对倒位去囡仔，你着我会记。历史有讲别人意见时阵会互你生气，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斗阵才会出头。阿爸北时啊，有一天就换你无底气，煞来改人30几年白色恐怖，管你外省本省学甲好好，也是阮厝。讲看你袂爽，你就马上无去。另外后本2个查某囝全部刣死。下做规定，这是宏观的10年，因海光写册黄冈市演死，抢变公传面，急时代记节目，连报地铁歌嘛爱讲北京话。了解台湾人拍拼追求民主自由，政治改革美丽岛，农民抗争5日狂，乖死会死，正南农民结婚自由点点议会，还袂烧完，囡仔，你着我会记，因的老伙人我艰苦牺牲，互你自由的空气。他袂记，民主革命才开始，无经过寒冬的风雪，看袂到春天的花蕊。囡仔，你着我会记，历史教咱错误会当原谅，但是袂当放袂记。回头转来了解，你对倒位来，才有法度知影，要对倒位去。囡仔，你着我会记，历史有讲别人意见时阵会互你生气，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斗阵才会出头。阿爸北时啊，一天就换你无底气。咱继续拼，好无？继续拼 ，OK。妹妹，你做够未？你有够无？我甲拍好啊，好无？唔知影啦，看到囡仔讲台语，我拢热泪盈眶，要安怎？目屎无出来，但是拢食对。是啊吼。一个勇敢的台湾囡仔，台湾就加一个国袂破的外鬼庄稼，所以逐天爱运动，啉8大杯喝过的水，莫食粉果，啉茶爱啉咖啡，一礼拜爱看1本册，知识就是力量，人班愈济，家己做心情愈强，学校上课爱专心，听无就爱问先生，认真写功课嘛无需要补习。趁钱有通食，有通穿，有通买洗，听因讲，北家己山顶海边，行行就好。莫含钱，老买股票，甲名牌手表，提无太人就实实，含财传福资金。莫像爱输啊去中国，唱歌演技，见学见见学，搁规工规事内底内底，国民党的青天东山，上开始进步。囡仔囡仔，你着我会记，囡仔，你着我会记。历史教咱错误会当原谅，但是袂当放袂记。回头转来了解，你对倒位来，才有法度知影，要对倒位去。囡仔，你着我会记。历史有讲别人意见时阵会互你生气，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斗阵才会出头。阿爸北时啊，有一天就换你无底气。囡仔，你着我会记。囡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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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着我会记。囡仔囡仔，你着我会记。囡仔囡仔，囡仔，你着我会记。多谢，谢谢，谢谢。大人嘛爱记。赞哦。以前，好来，对了。我煞尾啦吼，我要甲大家讲的2点啦吼，分享一下吼。第一就是讲，其實他拄仔聽足重要，咱台语要推送吼，其實就像講吼，像瑞全安尼吼，伊配合音樂，也是畫圖，也是啥物多元來展現吼，換過來就是講你愛做較舒適，藝術性愛提高吼，安尼殺有物件。
上好是找一个广告公司之类的，伊透过包装会较好势。你看一个工具也唱落，你看歹嘛变好诶，就是安尼。我感觉即个真重要，咱即摆搁找无一个门路上尾一点要讲诶嘛是上重要就讲其实咱伫遐讲遐济，我伫学校内面看到足大诶危机。拄仔我有讲，即摆诶囡仔听无嘛袂晓讲咱伫外口塞几步，其实教育是根本。我诶讲义内面有伫最后一项。教育这部分就讲，我写4字，一个根本，一个无奈，根本无奈。讲这是根本，毋过即摆现状，互咱感觉足无奈。因为咱顶边讲要争取国中有一节课，后尾嘛无。所以我就伫想讲，按拄仔咱无讲到即点啦，就讲像阮中华今年其实换县长，即个新的县长较早。阮迄无语联盟办活动的时阵，我听到足清楚。伊讲我做做县长，台语就无问题。所以我即摆伫想着讲，是毋是咱其实爱透过算咱讲教授、何教授、廖教授找一寡人去甲伊谈即个有一寡压力。其实我较早做教育改革的时阵，王金主做的时阵就是安尼啦。带一群人去，你加减有一寡压力。迄有法度做，像台南，伊是即摆国中，伊教育部无强制，但是县政府伊会当做。县政府就讲，像台南用社团的，伊拢有一节课。所以咱一寡台语的资源老师，伊就工课好做，咱嘛有法度推送。咱中华县拢无。所以，迄县长有法度做决定，其实即部分，即部分我感觉比咱伫遐部分科较会较有效果，因为根本你囡仔过来一代出来听无袂晓讲，安尼其实因伫流失比咱伫做搁较紧所以这大家做参考啦我做一个老师迄感想20几档你看我甲看讲安尼。我愈讲愈少，因为是囡仔愈来愈听无，即个问题，大家后捌阮县长的会当加迄个杀即个迄由我度做决定的感谢大家安尼。是欢喜今日踮要遮咱下晡有看到遐尼多好的影片。嘛，互咱感觉讲有希望，因为主要是较少年的人有接起来。我若看到一个囡仔会晓讲台语，我就感觉有希望，台语有希望。即个希望会当搁再甲伊扩大落去。尤其未来你看像咱即摆县长中华县长台中市长拢是本土的。运动，比如讲明年若总统嘛是家己人要做的时阵，希望会当对咱即个台语会当出较侪力，因为决定的时阵会当出较侪力，搁推广落去，甲咱即个经济母语的经济安尼拖落去，经济拖落去的时阵，有即个观众，就有较好的诗人。较好的文学家，较好的歌星，咱即个台语文化会当搁再发展。今日真多谢大家踮要遮捧场，度过一个足愉快的台语下晡时，袂歹，真多谢。头拄仔讲小等，头拄仔讲有迄个问卷问卷，你若问卷迄问卷安尼写来，有会当送恁小小的礼物咱踮要遮先做一个结束，若要留落来，搁再开讲的，咱嘛足欢迎来开始，多谢。谢谢大家